新闻一开始来看，今年的城市烟火是头一届伫咧南投举办，40分钟超过3万粒的烟火是10年来上大的规模。除了南投以外，伫咧台北101嘛有放烟火来庆祝。今年佫加入无人机的表演，同款嘛是吸引真侪人欣赏。中华民国114年生日快乐！ 七彩烟火点光夜空，南投县政府头一届争取到双十烟火的主办权。初早暗时上场，时间有40分，超过3万发烟火，规模是10年来上大，嘛吸引将近28万人到场观赏。 今年的双十烟火以七彩水墨烟火做主题，迎合日时的彩烟加暗时的照明弹，形成吉祥魂同款的图画，搭配地面彩墨喷火烟火上下相点，打造南投专属的浪漫奇景，加创意的视觉响应。 甲往年用高响乐搭配烟火时风无共，今年头一届上 DJ 现场混音配乐，邀请2个台湾出名的 DJ 演出。南投县长柯淑华也阁客串 DJ 插入活动的气氛，上台点功夫唱歌跳舞，甲台下观众做伙对音乐节奏点样，全场规个拢热起来。 正水的烟火同款照光台北信义区的天色。台北101今年第2届加入释放烟火，今年启用传统101烟火释放，头一届结合500台无人机规定点演。无人机摆出真侪代表台湾的意象，包括台湾的岛形加台北101，尾也阁出现棒球的图样。 球棍啊，还阁有讲球的动作，尤其是投入花莲功夫救灾的沙跳超人，搭配台湾加油的字样，为表演加添感性的气氛。七彩烟火加无人机光影相照，为台湾的生日点光夜空，为南投到台北、北中2个所在为国家庆祝生日，代表全台湾伫世界动乱的时阵，也是会当用光明甲希望迎接未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